来，把照片念出来，我写。O midilify ho isu， 艺术，o艺术。应该是笔数哦。笔数。O midilify ho isu。他一听就知道在讲那个，对不对？哈。好，我再写一个。如果我没有播的情况下，来，你们会怎么去做来解释？好，第一个意思是什么？你是学生吗？好，但是它的音调在这边有一种很就是说想要确认你还是学生吗？可是，在这一句，他这边事实上要翻译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，你还是学生吗？好，我们第一在好几所。はい、おめでさい、放学部。嗨，但是喜故他不是学生嘛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们第一在好几所。在爱或在爱爱都可以哦。在爱爱过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就是你还是学生吗？我们不要理他哦。谢谢。满。想去厕所。什么公仔？我的笔记本丢了。我借你。来。你这是很夸张。借你。快一点啊！我能不能把它搁在这里？好，我又很生活化哈。很爱忘记呢你。带来一笔就学部。哇，哎呦，字典在这里，你不问哦。带啦，一分九学部，还有一个说法哦。木兰闹学部。哦，好。木兰闹不是在喝水吗？木兰闹是洗手，那是一种礼貌。比如说，你要跟人家去，你要借人家的洗手间，你总不能说，老板，我要借厕所大便。好像没有人这样子讲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们一定是把它修饰的很好的。老板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化妆室可以借我用吗？或者是说，请问有洗手间吗？马来一样的意思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会说木兰闹不敢卖？这就是一种比较文雅，对，比较文雅的表示。刚是我说，我请鼠奈去呀，然后他都不理我，就走了。那怎么讲？嘎呆拉伊。来，谢谢。可以讲嘎呆拉伊。嘎呆拉伊，可以。它差别在哪里？哦，这个是关系。妈妈讲这句是很恰当的。就是说这个是比较生活用语。去啊，嘎呆拉伊，去啊。我的身份比较不适合这样子对这个孩子。我会说，好，那你就去，你就小心啊，注意啊，或好可以啊，就是很多种说法，就像我们的中文一样，很多种。刚刚我就有很多的那个中文去表示，可是
你们直系亲属，然后一起生活的一个关系的话，是不是平常用的方式就不一样？一定是比较亲密嘛，比较亲近的那种对话。哎，好，刚刚研究嘛吼，好，刚刚你说母男哦。还有一个，刚刚我有想到，哎，被打岔了。等一下啊，慢慢手笔书，你在干嘛？一个好不是，我刚才好像踩到一个东西，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哦，那是蟑螂哦。那一天就是你没有告诉我蟑螂在厕所门口，还有直接踩下去，而且活的。真的哦，哇！哦，对啊。就是你。好可怕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不要浪费时间哈。这个是洗手，等我想到，明明刚刚要写了哈。好，洗手哈。好。好，我们应该不是讲到这边哦，都是属赖嘛哈。好，你还是学生吗？这里是我们弟弟来一手，哦，你是学生吗？有没有差别？理论上是，对不起，理论上是都是在疑问说你是学生吗？一个是有当过学生，一个是没有当过。不是啊，不是当。这个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问这个人？还有他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多的状态哈，你是学生吗？这个是要看你想要怎么问这个人的一个方式。不好意思哈，我写的是很乱哈。好，所以差异有呼跟没有呼的差异在这边。对，这是要看你想要怎么样去问这个人。有一种情形是，我们你来一手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社会人士都还在念书？很多，所以这句话是会有它的，就是像这样的情形，有的已经是当家庭主妇了，或者是在职进修的，用这个就刚刚好。好。他是不是少了那个？这是另外一句咯哈。啊，现在就是说要去考你的能力，你听到什么你就要知道什么哈啊。我是学生。你是学生吗？你还是学生吗？啊，都没有关系。好，他讲的不标准。我是学生。好，你们讲的会比较标准。乌米地里在后嘎后来。啊，这个小朋友是因为不熟，你听吗？有没有怪怪的？有。好，是讲的不对哈，没关系，我们知道就好了啊。他是学生。好棒。这个孩子呢，他是阿美族的孩子，但是没有那个环境，一半一半。好，我们都见过了。这个声音的来源的那个本尊我们都看过了。坐下。啊，不是，起立。好，很好。同样的东西，为什么你是先这样，再这样呢？也这样子啊。这样子，干嘛录吗？还没有呢。我说坐下。有。起立。很好。坐下。好，进步
步了哈，这个是你们基本要懂的哦。好，再来。今晚几说？谁？你是谁？好，听得到，已经听懂那个比说。几烧饭那过？他是沙瓦。少啊，好，再听一次哦。所以你的耳朵要很注意听哦，到时候会有耳机。考试会有耳机，对不对？对。有哈。避免作弊。一方面是那个环境是一个一个很近哈，会。那个考试的氛围真的超紧张的。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自己的主语还不熟，一定会紧张的。好，你念得很熟，你就不会那么紧张。好，再来哦。我记得中间那个几烧饭？好，稍等哦，稍等。好，慢点。我还记得中间那个10分，我那时候都没有拿到。因为我那时候并没有想说我要听这个，我想说会念，大概就 OK 了。然后对，我当时因为当时很赶，对。所以这一次你们要加油，为什么？后面一定会更难考。哦，对。好。少啊。对。少嘛。少嘛。对，你们对那个阿美族的名字有没有人的名字也要有一些印象哦。好。几买要过干干的啦。娜娜是什么？娜娜名字。对。好，我再放一次。几买要过干干的啦。他的名字叫玛雅。哎，是肯定句还是疑问句？他的名字叫玛雅嘛。对，很好，再听一次哈。几买要过干干的啦。他的名字叫玛雅。对。可是考试的时候，他不一定用马药，他可能用其他的，可能是拿摸，可能是谁啊，打造啊，也不一定啊。好，所以你们对我们人民哈，绑架的人民，通常也都是在那个基本款，你们就去熟悉说，哦，他讲的是人民，你要有那个感觉。好。Saya jika tahu mengenai 哎呦，我才刚刚说打造就跑出来。对。它不叫马药哦，它叫什么？打造。好，我们继续来。等一下。